再来看台中市消防局的即时灾情网站，昨号骇客入侵出现失情的信息。消防局是表示讲，因发现了后，大约1点钟就已经处理好势咯，冒向警方报案。民众上网敲找台中市消防局点即时灾情网址的后壁面，xuất现中文简体字的失情消息，甚至有找小姐介绍电话这款关键字。民意代表认为，遭顺灾情的官网出现这款不实的字眼，严重损害市政的形象。发现消防局的这个网站竟然充斥着这个中国简体字所传达的一些色情的讯息，我觉得应该要赶快来检讨，不要让这些色情的讯息借由公部门的网站去四处去散布，这个对社会对市民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台中市消防局表示讲，网址防侵略的时间点是16暗时7点外。民众讲上网入去官网的时阵，点选即时灾情快速连接了后，看到不实的字眼，初判是骇客侵入网址，毋是咧创治人，就是咧做广告。1点钟后已经甲移除，而且向网站公司反映。让它能够在民众可能在第一时间在搜寻我们的官网的时候，在下方的一个快速索引的部分，或去点击到这个不雅文字的连结，有可能是为了要蹭流量，也有可能是说要来做恶作剧，让它这一串的这个文字能够被搜寻到或被看到。消防局讲，即时灾情网页每一天点看数数千个到上万个，有心的人可能想要趁机会增加信息的流量。假网址最后嘛是连接到官网，并无影响到报案的系统。目前已经向警方报案，后续会加强资讯安全防护，嘛建议民众利用官方的入口网站，才会当确保信息来源正确。记者综合报道。